台湾做西米露的师傅有够厉害，参加伫意大利举办的国际比赛，打败23个国家，摕到世界冠军。台北市长郭文泰特别表扬得奖的选手。叶岭创意套装。 暗了生出一片好叶，这手工的西服未死板，也个对美术的服装找灵感，但是上强的是变形糖。一件衣服两穿，有这个设计。不管是要开 party， 也是正式的，只是西服拢真适合。因为我们连续已经7届的那个世界金牌哦，那这一次应该算是我们在对于自己的那个台湾的手艺哦，再获得一次的肯定。 台湾手工西服的设计师，在2019世界洋服农业联名大会国际竞赛中，把男装、女装的世界金牌隆重包落。意大利、日本、英国、新加坡等23个国家都不是对手。台北市政府恭喜这些得奖的选手哦，因为你们的努力，让台湾可以在世界上发光发热。台北市长郭文泰表扬得奖的选手，嘛希望手工西服这样传统的工艺会当代代相传，金牌拢摕袂完。